台湾强生青年协会举办第13届的强生音乐节，这阵少年囡仔透过音乐、展览等等的活动，让台湾人重新来思考228事件带来伤痛。嘛，希望后一代会当了解这段历史，和过去的错误唔通重演。 集团伫台顶大声唱出台湾的母语，这个活动是由一群少年人所举办的活动，叫做强生音乐节。活动到今已经举办13档啊。对我们整个活动的主题是以无息的伤痛为主。那无息这件事就是点出了，包括在228事件发生当时，可能有一些受难者的声音没有办法被传递出来。那如果延扩到现在的话，就是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听到这些伤痛，所以会是一个无息的状态。现场除了音乐演出，还有林权市啊、真人图书馆等等，吸引侪无共年岁民众来参加。民众讲，这几档政府对台湾母语的复振、转型正义、弱势族群等等的议题，愈来愈重视，这就是一种进步。我感觉即马即几档少年人愈来愈侪，嘿，像阮家己是40几岁，阮拄着20几岁啊、30几岁的人愈来愈侪，有的甚至是。 高中生还是高中生？我觉得现在至少现在来说，商家越来越不会用欢庆228了。对，那大家会慢慢的知道，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玩笑，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值得开心的事情，它有非常多的伤痛在背后。228事件发生到今已经78档啊！台湾强生青年协会希望以当代角度重新整理228事件的伤痕，伊嘛希望228纪念日传达给后一代，唔那是放假尔尔，是希望会当给后一代细汉理解228背后的故事，看到也要完全好势空嘴，避免过去的错误悲剧重新搁再发生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